大家好，我係 Carly 啊。嗱，大家有冇興趣想知道點解我呢2個月減咗22磅半呢？嗱，當中咧，我覺得好正嘅一個產品就係呢一隻馬來西亞 MCT 咖啡同埋 MCT 代餐呢個 product， 真係可以令到我喺呢2個月減咗22.5磅。我呢2個月為咗減肥，坊間好多隻代餐我都試過，唯獨呢一隻馬來西亞 MCT 咖啡同代餐對我嚟講係最有效嚟咧。其實 MCT 咧係一個好嘅油，係啦，佢係由椰子油提煉出嚟嘅，佢個分子更加細啦，可以令到身體更加容易吸收，同埋容易排出體外啦。佢有幾個功能令我覺得真係好驚豔。第一，燃燒你嘅脂肪；第二，加速你嘅新陳代謝；第三，仲可以降三高。如果你有三高問題，好建議大家要飲 MCT， 真係令到你健康嘅。呢個咖啡最主要嘅好處就係加快你燃燒脂肪，即係點啊？你跑1 kg， 即係等於你平常跑5 kg。大家咧，所以唔需要擔心，哎呀，飲咁多咖啡會唔會瞓唔着咧？唔會，因為咧佢嘅咖啡咧係比平常嘅咖啡咧大概20% 咖啡因啫，所以基本上你可能飲一日飲2杯啊3杯，其實都完全係冇問題嘅。裏面咧會有個黃色嘅羹嘅，咁咧我哋咧沖嘅時候好簡單啫。大概200 ml 嘅水啦，凍水又得，熱水都冇問題嘅。咁咧得咗2斤之後咧，其實基本上咧你攪勻佢咧就已經 OK 噶啦，係好方便嘅啲啦。咁咧其實我哋脂肪咧分2種嘅，皮下脂肪啦同埋內臟脂肪嘅。咁咧 MCT 油咧其實針對咧大家減咧係減你個內臟脂肪咯。咁所以點解咧三高嘅朋友仔咧其實都可以飲，反而係幫到你降三高咧，令到你身體更加健康咯。頭先我攪緊嘅時候咧，已經係聞到嗰陣咖啡香味啊。咁咧飲落去嘅時候咧，你會覺得有少少嘅奶味，佢好幼滑嘅。其實佢係冇奶嘅，你當佢係一杯無糖嘅咖啡咁樣樣咧。我個人咧唔係特別好咖啡嘅人，不過咧我有少少心得，少少 tips 啦，想同大家講咧，就係可以加1斤咖啡，再加呢個1斤嘅朱古力代餐，溝埋一齊，咁咧就可以做到一杯摩卡啦。仲有第2個口味就係咖啡再加綠茶，咁就可以成為一杯綠茶咖啡。我哋在職人士啦，有時候要你去做運動，你一嚟可能冇時間啦，二嚟就梗係懶啦。呢個咧就係芝麻代餐啦，建議大家咧都可能喺lunch 嘅時候食啦。嗱，佢主要嘅成分咧，佢係有芝麻啦，有藜麥咧，同埋有苦魚靈芝嘅。咁苦魚靈芝其實係提高你身體裡面嘅營養素啦。佢最主要咧，另外一個成分咧就係藜麥嚟嘅。嗱，藜麥咧係澱粉質，但係咧佢係一個優質嘅原型嘅澱粉質啦。係你會覺得好奇怪，咦？其實減肥係唔應該有澱粉質啦？嗱，你哋個概念咧就係錯嘅。其實咧減脂期間咧係需要有一定嘅澱粉質，反而咧係可以咧令到你加速你嘅新陳代謝，你先至會夠 energy 咧去 burn 到你嘅脂肪咯。因為咧藜麥咧其實係一個幾優質嘅碳水嚟嘅，咁佢裏邊咧其實佢有豐富嘅礦物質啦，同埋纖維啦，同埋咧佢個糖分好低嘅，咁所以咧一句講晒，佢既飽肚又健康，亦都可以幫你減到脂。你搞完之後咧，你一飲咧好有驚喜，你真係好似喺度飲芝麻糊咁樣樣咯。咁但係你估唔到咧，你食代餐咧之餘咧，你咁好食之餘，亦都係咁飽肚。你知唔知我每一次食完代餐之後咧，起碼3-4個鐘頭咧，我係完全感覺唔到肚餓嘅。夜晚咧就可以食呢一個叫 True Balance 啦。咁咧食咗呢一個代餐咧，你都可以加下啲菜啊、肉啊或者蛋啊咁樣樣啦，就唔需要加澱粉質噶啦。佢咧呢個味道咧其實係朱古力味道嚟嘅，係非常好食嘅。其實咧佢有少少甜味嚟嘅，佢係天然甜味嘅，咁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咯。咁咧同埋咧佢有一個成分咧係叫做膽鹼啊。咁其實係啲乜嘢嘢咧？就係平衡到你嘅壓力荷爾蒙嘅。點解我咁講咧？有陣時咧減肥減得耐咧，即係你會發現咧你係好壓抑嘅。係講真嘅，而家有食開宵夜咧，就唔食宵夜瞓唔着嘅朋友咧，嗱，我推薦大家呢一個綠茶代餐。所以咧我話咧 MCT 咧真係照顧周到啊！除咗早午晚之外咧，宵夜都照顧埋。嗱，呢個咧就係綠茶代餐。嗱，中意食綠茶嘅朋友，亦都想靚嘅朋友咧，建議大家飲呢一個，因為咧呢個咧都係有豐富嘅蛋白質，佢嘅蛋白質咧係幫修復你靚嘅皮膚。咁飲落咧都真係幾有口感嘅，用嚟做宵夜咧係一流啊！因為咧好多時候咧空肚咧餓住度咧，其實係瞓唔着㗎。誠意推介俾大家，係啦。呢個代餐同埋咖啡咧，其實咧糖尿病病人咧都好啱啊！除咗之外咧，其實佢喺馬來西亞咧有40間醫院咧，都係用佢嚟咧愛嚟做一啲減肥嘅 diet 啦，同埋咧醫院都有得賣嘅。嗱，安全方面咧，大家唔需要擔心。你見唔見到啊？有 GMP 啦、HKCCP 啦，同埋雙 ISO 啊，所以咧大家唔需要擔心佢個安全問題啦，所以大家可以食得好放心咯。